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2年8月30号。今日的经文是诗篇58篇，耶利米书第2章23节到37节，以弗所书13章第7节到21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后悔。华语的后悔用伫圣经的翻译其实并毋是介适当。对伫信仰的角度来去看，咱应该甲伊翻译做回心转意。和合本的圣经翻译时常用后悔来翻译即个上帝心意转变。但是看起来总是感觉怪怪，因为伫华语顶悬的意思是较负面的，所以很啊亲像是咱咧讲，咱所相信的上帝，一日到晚拢咧后悔伊所做的代志共款。那事实上，因为上帝的怜悯、慈爱以及伊的赦罪的恩典，伊就改变着伊原来对人的处罚的语言，然后伊就享受迄个赦免的恩典。圣经总是用迄个婚姻的关系来形容人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即个翻译后悔即个咱咧讲一般的人种离婚的人啦，总是爱讲我后悔然后就无搁再演啦人甲上帝的关系无应该是遮尔随便啦以色列人就是安尼来轻看甲上帝迄个关系，所以呢，因就时常的离开上帝去敬拜着偶像。耶利米先知甲以色列人讲，上主讲，如果丈夫休伊的太太离开伊，甲别人结婚，伊怎样会通搁甲伊接倒转来？伊安尼做就是来剥夺伤着迄个土地。但是以色列人，你甲真济的这情郎来私奔。现在想要倒转来找我，也捌看遐个山头，你会当找着一片你无被翻过干净的土地吗？你伫路边来等你的情郎，好若亲像咧拿伯人埋伏伫旷野，咧等即个蜡共款。恁行干淫来污染着即个土地，即种会轻看甲上帝的关系的人，必须爱去面对伊家己即个选择的后果。特别是咱看见当以色列人真固执无有回心转意的心意的时阵，咱看见因不但是心内真公义。四界留情，随意去敬拜偶像，就好像亲像圣经的记载，约西亚做犹大王的时阵，上主对我讲：你看见迄个无守贞洁的妇人以色列的行为无？伊气杀我伫每一座的山头，每一丛大树下骹来行奸淫，我掠伊做遮的一切的代志了后，会倒转来我遮，但是伊无，伊无守贞洁的姊妹犹大也看见遮的一切，犹大看见我气杀背逆无守贞洁的以色列，互伊休书。但是无守贞洁的犹大并毋惊，反倒转自甘堕落，搁沦落做娼妓，一点也无感觉见笑。伊也污染着上即个土地，伊摆石头
拜茶头，对我无守伊的情节。是啦，以色列人应该着爱后悔，爱回心转意来归向上帝，伫上帝面头前。虽然咱讲人甲上帝的关系，亲像即种婚姻的关系，但是主爱的上帝愿意接纳遐诚心回转的人，再次来归向伊遮的主面。耶利米圣经安尼讲，上主又搁甲我讲，以色列虽然去杀伊，但是比起迄个无情节的犹大好淡薄啊。因为安尼，伊命令我到伫北边去向以色列人宣布，不忠的以色列人，倒转来到伫我遮，我对你会听不便，我无永久向你来受气。我只要你来承认家己的罪过，承认你得罪上主，你的上帝。你捌伫每一丛大树的下骹，甲赤的外邦的生命行干净，违背我的命令。我上主安尼宣布：无忠实的子民啊，倒转来吧！我是恁的主人。我要对恁的每一个城市选一个，对每一个宗族选2个，带转去伫锡安山去。上帝总是互人有后悔的机会，只要愿意诚心实意来归回伫上帝的面头前，搁一摆甲伊重新建立亲密甲适当的关系的人。保罗讲，上帝是信实的，无讲白贼，也就是讲袂去杀人的。虽然上帝竞选伊的仆人，无亲像咧竞选结婚的对象共款，爱门当户对。通常上帝所选调的对象，拢是出咱的意料之外。就亲像上帝选调扫罗，咱咧讲的保罗，来成做伊的仆人共款。咱知起初伫耶路撒冷的使徒，毋敢相信，也无愿意接受伊，因为扫罗这个保罗伫因的印象的中间，就毋是这个型。当伊得到上帝的呼召了后，伊就完全被改变，回心转意。后悔，无搁再骄傲，愿意谦卑来用，互主所使用。保罗见证讲，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我蒙恩典，奉差遣去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因带因入捌咱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这个真理是用5万永远的活命做根基的。迄个袂讲白贼的上帝，伫万世以前就已经永远将这个永远的活命赏赐予咱。伫时机成熟的时阵，就要借着信息来宣扬显明出来。我受托付，奉上帝咱的救主命令负起传播这个信息的任务。保罗也差遣提多留伫科里特岛来服侍上帝的教会，并且伫迄个所在来教导人，建立教会的体制，教导人，并且带人回归来归向上帝。对伫这个长老职务，保罗安尼讲，我将你留伫科里特。目的是要爱你处理遐个还未办完的事，并且伫逐个城市设立长老。我捌吩咐过，当长老的必须爱无通辞职，伊只有会通一个太太。伊的儿女应该拢是信徒，无放荡，或者是无受管教的事。伊既然做教会领袖，
做上帝管家，就应该无通指责，伊必须要无骄傲，无歹性地，无好酒，无爱好甲人相搭，无贪财，欢喜接待人，欢喜做好事，真庄严自重，爱正直圣洁，会当管辖家己。伊必须爱坚守迄个通可靠、符合教义的教训，安尼伊就会当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常时来纠正遐个反对的人的错误。咱知影伫初代教会建立教会体制，这首先这个同工必须爱亲像保罗共款，爱先悔改，爱回转来向上帝，然后他会当领受上帝的呼召，成做主教会的仆人。诗篇58篇，执政的恁兼有真正伫讲公义，兼有照公平审判人，无。恁的心内计划做歹代志，伫地上恁用手对人施强暴，歹人对出母胎就行袂路，一个离开老母的腹肚就行偏路，讲袂出。因的毒亲像蛇的毒，因亲像毒蛇踢捌家己的耳孔，毋听人蛇的人，也是咬念咒的人的声。上帝啊，求你拍止因的喙齿；上主啊，求你降长明狮的大支喙齿，愿因消失，亲像水流了了，亲像草受吞踏打去；愿因亲像落泥啊扫过的薰叶，念咪无去。亲像负责人流散的胎，无见着天日，恁着用尺来捣火，鼎还袂热，伊就要用假领风将斩的甲打的做伙来扫去。义人看见因受报应就欢喜，伊用歹人的火来洗骹。人就讲，义人真正有好报。伫地上，上帝果然伫审判。恳求上帝帮助阮伫生活中无有做后悔事，互阮会通来跟对上帝的脚步，无行偏差。感谢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